海地老师用萨克斯风演奏熟悉的怀念老歌，在场一个长辈拢做伙拍谱啊，唤起因心中的旋律。华山基金会安南二站为了感谢在地服务，八冬来陪伴长辈过程，有一个善心人士甲志工的小厅。教会感恩大会除了萨克斯风的演奏，也邀请长辈来做植物拓画，大家拢是头一摆经验，相当趣味。而且透过动手动脑的过程，也当延缓老化，作品嘛成为家己独一无二的回忆。食古水足新鲜的，阮头华山对阮足好，对阮足好呀。很喜欢啊，很喜欢老师教我们这样啊。植物的拓画呢，其实基本上是在训练老人的一些手指灵活，因为随着他们年纪比较大，然后关节的退化，所以我们才会设计这样的活动。那同时在设计这样的活动过程当中，其实也是让他们可以疗愈身心，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使用的颜色也可以代表他们的心情。那创作完的这一幅画，其实他们也可以摆在家里面，然后让他们获得了成就感。希望这个充满春意的作品能够陪伴长辈每一天，也邀请社会大众一起来加入爱老人的行列，支持送爱到家常年服务经费，认助一位长辈。为了照顾在地弱势长辈，目前华山伫全台已经有400个爱心天使站，嘛邀请友志共同来打造长辈第二个厝，做伙加入爱老人的行列。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。